各位觀眾早晨，我而家就喺洛杉磯國際機場。今日我就會坐美國其中一間最大嘅航空公司聯合航空嘅商務艙，由洛杉磯飛往香港。咁喺呢15個鐘嘅行程入邊，聯合航空嘅餐飲同服務水平究竟係點呢？我哋而家就一齊嚟睇睇。咁而家咧就仲係世界盃期間，所以洛杉磯機場一早就已經係好多人。但係安檢咧就好快嘅，都已經唔使除鞋啦，所以咧就效率高咗好多。咁啊過咗安檢之後咧，就會見到 United Club 啦。不過今次係國際商務艙咧，可以用到 Polaris Lounge 呢個咧，理論上就會比 United Club 係好少少嘅 lounge。LAX 呢個 Polaris Lounge 嘅面積都幾大，入邊除咗一般嘅 sofa 之外，仲有好多連埋小餐台嘅半獨立位，加上走廊嘅間隔都幾闊下。雖然今日係幾多人，但坐喺入面都唔會覺得好逼。呢度另外仲有一間獨立嘅餐廳，可以喺餐牌上點菜叫嘢食。三文魚刺身係厚切得嚟，加咗唔少嘅柚子醬，而且咧係冚住咗有啲魚嘅腥味，食落口其實都幾清淡下，一啲魚腥味都冇。估唔到呢度嘅刺身都 OK 嘅喎。咁出發前嚟呢度 hea 下，食少少嘢，感覺都算係幾悠閒嘅。咁我今日嘅位呢，就係 1L， 係第一排靠右手邊嘅窗口位。咁而家睇下個位度有咩先，已經準備好咗一個100週年嘅過夜包，之後有張幾舒服嘅被，有一個細嘅記憶枕，同埋一個大嘅枕頭。之後下面呢，仲有鋪床嘅床墊，呢度呢係準備咗好多嘢嘅。坐美國呢啲航空公司有好充足嘅時間俾大家登機準備，所以呢係成個感覺唔會話好趕，坐低可以 chill 一下 ，get ready 先至起飛嘅。我嘅左手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櫃仔啦，呢度有一盞閱讀燈，之後呢度係掛咗個耳機啦，耳機後面呢度櫃度仲有一塊鏡，佢呢度準備好支水係幾好喎，係凍咗嘅喎，即係唔係恆溫嘅喎，係唔係冰水嚟嘅。下面咧呢度就有叉電啦、USB 插口啦。同埋呢個係個電視嘅 remote， 就好簡單嘅，唔算話好多嘢，但係咧就比較實用。之後呢張台咧就OK 係膠嘅，不過咧佢啲花紋整到咧就好似嗰啲陶瓷咁啊，睇到好似好高級啦。台面都準備好咗餐牌，一陣我哋睇下今晚有啲咩食。呢度仲有盞燈，睇到就好高檔。比較可惜咧，呢個比較舊款嘅商務艙就冇門可以關嘅。United 咧就最近咧係更新咗佢哋個 Polaris Business Class 咧有個新款嘅787，咁嗰個咧就係有趟門可以關嘅。雖然呢個商務艙都已經有一定嘅年份啦，不過咧暫時咁睇就都保持得好新淨下。個電視熒幕唔算話係特別大啦。呢度有一格可以俾你放下啲手機啊，好啲好細嘅 laptop。咁之後呢度有個 USB 嘅叉電位啦。呢個呢就係嗰個台嚟嘅，係可以咁樣打側伸出嚟，咁樣打開就都幾大下喎，係，而且係好實淨。咁呢度呢就係嗰個放腳位啦，係好闊嘅。下面呢度呢就仲可以放下鞋啊咁。上面呢就係轉成床之後嗰個晾腳嘅位，皮製咁嘅扶手 OK 喎，放手個位係好舒服啦。所有嘅調控呢就會喺我個右手邊，之後有唔同嘅調節模式。呢個咁樣轉呢係可以將張凳呢轉前轉後，幾得意喎係。最後呢個呢就係調翻飛行模式。飛機艙門已經關上，車廂乘客就座，並確信你嘅安
今日班機都算係幾穩，so far都冇遇到咩氣流。而家呢，就拆開個過夜包嚟睇下先。哇，幾得意喎！有支100週年嘅筆、牙膏、牙刷，仲有一包同 UA Lounge 洗手液啊、護膚品同樣嘅牌子嚟嘅保濕液、hand cream、eye gel， 基本嘢啦。不過呢，就都俾足嘅。起飛後大概1個鐘就開始 lunch service， 先上咗沙律，係有2個選擇嘅，一個係火腿肉啦，另外一個係嗰啲甜菜頭，咁我就揀咗個甜菜頭啦。有另外俾咗一支olive oil， 不過呢，沙律其實已經係有味嘅，幾清爽，但係呢啲醬就幾重味，有少少似啲咖喱醬咁。咁而家食完沙律呢，我個主菜嚟咗就係一個焗嘅牛扒，而家就試下究竟韌唔韌先。個牛肉個配菜呢，有一啲薯仔啦，同埋 broccolini 嘅。咁而家呢，喺美國呢，就都好興食 broccolini 啦，腍晒嘅，佢唔係嗰啲整到好爽脆嗰啲，因為佢焗咗好耐啊嘛。個薯仔呢，就反而唔會話係腍晒喎，同啲 broccolini 呢啱好相反。個牛肉呢，就係有少少鞋嘅，全熟晒㗎啦。不過呢，呢隻牛肉個牛肉味就真係幾重下喎。啲汁呢，就有少少似啲 barbecue 醬咁，都唔會話好重味，比想像中嘅好食咯。甜品就有3個選擇：檸檬塔、芝士拼盤同埋雪糕。雪糕呢，仲會有好多 topping 可以加嘅。畢竟可能係美國嘅航空公司啦，唔好睇啲食物一碟碟好似某大碟咁，食嘢呢，你係一定會飽。起飛前喺電視上係有一個畫面顯示 UA 係開始安裝同使用緊 Starlink， 不過今日呢架787就仲未有。雖然係上到網，不過個速度就真係比較慢。咁如果想睇戲嘅話，直接用個 touchscreen 係會方便過用遙控。部電視係就係舊咗少少，但反應居然幾快，內容切換都算係幾流暢。不過國際電影，尤其係亞洲電影選擇就唔多，所以係比較適合睇下 Hollywood 片。原來呢，聯合航空都有嗰啲 midnight 嘅 snack bar， 都有好多嘢食，有杯麵、薯片、唔同嘅生果啦，同埋你可以攞水飲。我嗌過2個 tapas， 一個係粟米蘑菇，佢配咗啲飯，味道就 OK 嘅，但係啲飯呢就好乾咯。另外一個呢係南美嘅粟米餅，睇起身個樣有啲似啲中式餃子啦，炸過嘅之後再重新焗翻熟。味道上有少少酸酸地、辣辣地，未必好啱亞洲人嘅口味。轉成床之後呢，闊度只可算係啱啱好。不過個長度真係好夠嘅，我對腳都有好好嘅伸展空間。而家就啱瞓醒，我睇咗下，大概有分別2次瞓咗3個鐘，加埋都瞓到6個鐘嘅。我呢個位呢，個私隱度係比想像中好好多，我都見唔到隔離嘅乘客，可能係第一排靠近洗手間嘅原因啦。噪音係比較多啲嘅。機艙嘅溫度真係啱啱好，又唔會太凍，唔會太熱。瞓落嚟呢，尤其係嗰個記憶枕，纏住個大枕頭，都確實幾舒服嘅。金城基嘅早餐呢，係配有一盤生果，之後一個牛角包同埋一碗好大碗嘅粥嘅，粥入邊仲有3隻鮮蝦，聞起身呢啲味道都好香。應該係個粥整好咗之後再放啲蝦上去嘅，所以呢啲味道呢就係分開晒。不過呢隻蝦就真係好大粒咯，所以呢就都幾好食下。
咁而家嚟降落仲有大概20幾分鐘，就總結下呢程機嘅整體體驗啦。我呢個位呢，雖然就舊咗少少，不過呢，佢哋都算保持得係幾新淨，而且呢，私隱度我覺得算係幾好嘅，因為我都係見唔到隔離嘅乘客，可能因為係近第一排嘅原因啦，噪音呢係會多翻少少。不過張床鋪咗床單上去之後，算係幾好瞓咯。加上睇下氣上下網咁15個鐘行程其實好快就過㗎啦。我覺得聯合航空嘅服務上幾熱情，佢哋都會主動同啲乘客交流下，咁呢樣嘢係幾舒服嘅。唔知大家如果有坐過聯合航空商務艙，你哋嘅體驗又會係點呢？佢哋而家已經出咗新一代嘅商務艙啦，三藩市飛新加坡或者係去倫敦係用新嘅商務艙。咁之後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都想同大家一齊開箱下呢一個新嘅產品。咁今日聯合航空嘅商務艙飛行體驗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呢條視頻啦，記得點讚、留言同埋訂閱啦，我哋下期影片再見。